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10月2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积极推动着路边专案，不过伫咧天灾过后，为着要避免路面坎变大下陷，市府积极透过着土地雷达进行路面的检查。即马嘛得到日本的技术团队斗3工，引进一台土地雷达的探查车，预计2天的时间，要来探查着9条路线。伫中日合作、互相救助的状况，日本继续社区株式会社技术团队特别来台免费为台湾的道路进行路检。2号下午最后一站来到台南市，预计用2天的时间探测咱市9条路线。非常感谢日本这边的 Geo Search 公司哈，那么他们因为感谢台湾在日本地震的时候对他们的协助，所以这次专程的海运的这个车辆地震的这个空洞的检测车哈，那么来协助台湾做道路的检查。那他们这一次有针对台南、高雄跟花莲，那从日本的经验得知，就是大概地震发生之后，那如果遇上大雨，那这个地震发生的城市很容易产生大型的坑洞，那么造成这个可能会有意外跟危险。那这一次日方的这个车辆会协助我们今天跟明天做大概20公里，那我们有选定比较容易发生的路段哈，那么来做检测。那么未来我们也会来发包相关的合约，希望也引进这样的一个检测车，那对台南的道路做更有效的一个检查。市长表示，虽然台湾嘛有土地雷达，不过用车载加人为行路的方式，一天检测的距离相差20公里，加上探测的坡面，探测车较大，而且为符合路面2.5公尺的标准法规，探测车除了后面的土地雷达，另外伫两边阁延伸2个辅助雷达，预计伫探测过后1礼拜，分析资料就用得出炉。目前除了东区、南区、甲安平9个路段探测，未来市府嘛会配合用土地雷达开口契约，针对咱市重点7个路段进行检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咧过去有真侪民众拢真介意前往平溪来放天灯，祈求着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即马为伫咧林德的石鼓文创园区嘛赶流行，将园区内底有80栋历史的老烟筒来活化，互大家会当带着天灯到内底放。不只是天灯袂飞到外口污染环境，阁会当重复来使用，相当的环保。内底优美的灯光，更是互人感觉到非常的浪漫，非常适合着男女朋友或者是一家伙仔前往体验。若是讲到放天灯，相信真侪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平溪。不过现在位伫咧林德的石鼓文创园区，也推出了放天灯的活动。相当特别的是，这边的天灯是带到园区内面的烟筒来释放，不只是袂飞到外面污染环境，而且可以当重复来使用，相当的环保。来3、2、1，脚离开，脚离开，脚离开。说到天灯大致上大家都认为在北部才能放到天灯，可是我们这一支天灯很特别它的内径大概有5米，外径有6.1，那全部高度是67，它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就有了已经将近100岁了将近有大概现在民国27年就有了。那里面我们想了一个 idea， 就是放天灯大家想不到的。那放天灯，奇怪，里面就可以放天灯大家很好奇因为我们里面都保留原来的建筑的结构，那我们整理半年。那这一个为了要让大家一看里面的那个就近，又顺便可以祈福放天灯，是一个很不错的民众即马想要放天灯，唔免前往平溪，
即马伫咧石鼓文创园区地当轻松体验会到。更加难得的是，石鼓园区利用着已经有80档历史的烟筒，重新整理活化了后，互参与者会当有全新的体验。对着无论是想要为家己，或者是厝内面的人追求健康，或者是想要体验浪漫气氛的男女朋友，相信拢非常适合。单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湾文学大师叶石涛伫咧在生进前，用了一心思所写的《台湾文学史纲》，伫咧市府文化局、甲成大中文系以及河内国家大学共同合作之下，即马翻译成为越南文的版本，也马上要伫咧越南的首都河内进行正式的发表。这代表着越南甲台湾的文化交流又搁向前迈进一大步。这本由文学家叶石涛所描写的台湾文学对清朝、日本统治一直到中华民国记录的重要册籍《台湾文学史纲》，已经正式翻译成为越南的文字，也将要伫咧越南的首都河内来进行着新册发表。市府文化局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也代表着将近9000万的越南读者将会当亲自来了解着台湾的文学历史。这一本《台湾文学史纲》透过他们的出版社来发表之后，就成为他们培养他们未来的国小、国中、高职师资非常重要的教材，所以也会让越南的人开始对台湾文学有更深的了解，等同于我们把台湾文学在越南做了扎根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意义。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一直知道越南一直在建构国际的所谓的文学史料，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把很多国家的所谓的文学史料做了整理，放在他们的资料库，让他们的人民认识世界各国的文学。今天以他们国家一个国立大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版社、一个学术机关来出版了《台湾文学史纲》，就等同于他们的国家认同、承认全世界有一个台湾文学史。那他把它放在他们的国际文学史的资料库里面，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台湾文学史纲所描写的是台湾一片土地的文学发展。透过这个翻译，会当让越南的人民更加了解到咱台湾的文化、台湾的历史，甲台湾的人民。咱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收集了台湾历史博物馆以及日本民博馆的典藏，从19世纪到现代，无共款世代人共同记录的台南文化所呈现出来。这就是这届咱台南历史博物馆南方贡币台南风土描绘一点，要互大家来观赏的主题。对早期的荷兰人统治，到电信公时代、日本统治时期，一直到光复以后，台南成为台湾发展上较早的城市。这数百年来所呈现的城市风貌，透过岁月的累积，也变作更加丰富。这届南方贡币台南风土描绘特点，就收集了侪无同款世代的人，因所观察、所记录落来，因生活时阵迄当时的台南。那个年代，在1998年开始推动大家来写春史的时候，很多的那个地方，特别是农夫啊，他们都说拿笔比拿锄头还要重。但是那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家开始来写自己地方的历史。那这样子的研究其实很重要，应该继续再持续下来。那第四种呢，我们可以称为是当代年轻人用不同的方式来书写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像我们今天那个在座的那个透南风，若干年前那个时候文化部有一个区域型文化资产的那个计划，那他们在我们台南后壁、金寮那个地方，用很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一个地方的丰富的这个文化，让我印象很深刻。那我们来看那个我们新营的那个市民学堂，透过新营社大，然后来推动整个地方的这种研究，
让大家重新再来看待地方，也很重要。其实甚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的剧珍台湾，或者是刚刚那个谢明佑先生的这个演唱《狗条跟冰啊》呢，这个都是用不同的方式来书写我们当代的地方。那这个是也是非常的丰富。台南风土庙会特展对即日起开始，一直展到明年4月份。依照着历史的分裂，用5大主题串联台南风土，会当看到一无同款的观察甲记录者所翕落来、所写的台南模样。展览期间也会陆续来推出相关的教育推广课程，欢迎民众踊跃来参加。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一般人定定拢会去 KTV 唱歌来疏解压力，但是你有看过植物人嘛会去 KTV 无？创世基金会为着要刺激被照顾者的感官，甲永庆微笑服务团队来合作，伫2号上午带领安阳的植物人前往东区一间 KTV 来翻唱，用热烈的歌声做伙同乐。创世基金会每一个月志工日，拢会有真侪志工朋友来到院内。为着植物人做唱歌以及抓铃等服务，发觉到有几个渔民对着歌声有特别反应，为了会当进一步刺激因的感官，2号即天由永庆房屋微笑服务团队甲上温馨 KTV 的业者合作，招待创世基金会植物人到现场听歌，做伙同乐。社区的我们的好朋友，每个月都有一个服务日，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就邀请我们的植物人朋友到社区来唱歌，然后来做一些刺激的一些活动，让这个我们的植物人朋友能够跟社区融合，能够过更进步、更好的生活。这次来就是做壮士，然后跟植物人一起唱歌，觉得很开心，因为很多人我们真的看着他们真的醒过来了，所以会一起参与这样的活动。以前都是去现场唱，然后第一次来到 KTV， 我觉得他们更开心了。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透过每一个月志工日的举办，让渔民会当接触到外面的零事物，借此刺激因的感官，让因会当有进步的可能。基金会嘛呼吁，如果身边有需要协助的植物人家庭，或者是对志工服务有意愿的朋友，会当卡爱心专线0626016555转34。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真侪人拢会趁到百岁周年庆，替全家大小来采买商品，不但有较俗的介绍，而且佫有礼券会当下，借此来刺激买气。即马就有百货业者趁到22周年庆的时阵，推出号称上介好的回馈，要来感谢消费者这22年来的收听甲支持。位伫中西区一间老牌的百货业者，为10月4号起。开始进入百岁周年庆的期间，为了感谢消费者长期的支持，除了满清送百活动，
还有规划指定信用卡消费送好礼等活动。那这一次星光三月台南中山店22周年庆，从10月4号到10月28号正式展开。那今年一样就是推出化妆品区满2000送200低门槛的回馈，以及全馆5500。那首7日持贵宾卡的话，还有在大家店法拉克 iStore 的话，有可以享有满万送签的部分。那这次的话，还有特别跟就是韩国联名宇宙明星 BT21的联名商品。那好玩好逛的尽在星光三月台南中山店。那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另外，业者嘛有设计消费节点的 APP， 民众不但会当使用这个 APP 来消费。嘛会当节点换礼品，或者是预约餐厅、查询停车位等服务，相当方便。业者欢迎民众爱多多登录使用看卖。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百货业者所主办2018秋日新车大展，对即日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要伫咧台南新天地文化馆来登场。总共结合了国内国外8间的汽车厂牌。展出今年秋季上届新发表的新车，总共有35台的车款，总价值超过6000万，也吸引济民众的目光。伫马道的带领2018秋日新车大展，日前正式伫个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来展出，现场结合宾士、嘉甲、斯柯达，还有现代、纳智捷等，总共8间汽车品牌，35台车款。拢是今年秋季上新的发表新车，无论是都会、运动或者是休闲车，应有尽有。特展参展的35款车款呢，总价值高达6000万。那其中价值最高的是售价330万的 Jaguar F-Pace， 它是一款以跑车 DNA 为基础的跑车型 SUV， 那是结合了性能跟实用机能的完美车款。那另外还有一台是上周五才新发表的宾士 The New C-Class Facelift， 它这次的改版导入了全新的动力心脏，那兼具了节能跟性能，在外观跟内装的部分也有将近50%的更新，那在电子系统的升级呢，有将近80%。其中多年来一直是全球高级车销售冠军的宾士 C-Class， 伫今年9月20日发表的新改款车型。伫发表后，马首站来到现场展示。另外，嘛有纳智捷155的解剖车，甲大家坦诚相见。展览对今日起一直到10月7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22度至28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真感谢你收看到10月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杨祖和，咱再会。